区电信工程工会同会工会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参加开幕典礼。伫台湾区电信工会理事长丁干部甲参电企业的小厅，2020年电信安全智慧应用博览会台南场盛大开幕。会中包括安全监控、5G 传输等跨领域的资讯通讯产业拢组织做伙。其中对原本早期预防火警的监测温度警报所开发会当精准量测体温的防疫设备，也成为会场主要焦点。那么它不管在密闭室里面也可以测温，在开放空间也可以测温。那我们现场呢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们用一个热温升温器，那么在这里就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双眼，可以看现场，也可以看到热成像。那等一下我们把这里温度呢，我们把它设升温。那我现在是刚刚设50度，现在我把它设52度，52度，也就是说，当它这个里不应该有超过52度的环境出现了52度以后，那么它就会产生了一个报警。那么还没有发生火灾就报警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消防防灾都是看到烟、看到火，才透过邻居来做这个报警。但119到以后可能很多的灾害都已经发生了。会中伫安全监控的相关产品当中，电子锁的进步，透过手机远端就当开锁，买当无线遥控，成为一商办大楼到徛嘅智慧建筑配备，相当吸引人。现在我们最新的电子锁除了有指纹密码、蓝牙、手机联动以外，还有遥控器可以开门。这个对于家里有老人小孩都很方便，不用去特别做设定，都可以简易的去开门。因为它的 APP 操作非常简单，所以客户的使用率都蛮高的，接受度也很高，不太会有入门的障碍。18号开幕头一天，这会员通路商拢到场互相交流，除了定系上新资讯通讯的科技产品，是可用智慧来改善生活。虽然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甲病毒共存的威胁，不过实体展览对产业技术提升有其必要性，同时加上线顶直播来分享互同业展现成果。那我们电信工会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在整个资通讯界，我们算是走在最前端。我们的会员呢，都是这个业界上最顶尖的那他在这个全国各地从事工程，或是这个制造，或是贩售。那我们当然在这个工会的权益上，为了会员的福利，我们会来开办这些整个的展场让他们来吸收最好的资讯。那我想无非就是让全国这个北中南都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也能够把这些最新的 AI 5G 的智慧的资讯，通通散布到全国让我们的会员都享受到，也让我们的用户能够得到这些产品我想大约这是我们的坚持的部分。5月18、19两天应用博览会伫台南登场以后，6月8号、9号，所有参展的厂商也要刷到台中世贸中心，展现工会会员伫研发技术应用的实力。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